种种无润滑乳如意的时节，几多妇人家是用苦茶油来保养伊能嘅头脑毛同皮肤的，因为苦茶油营养价值过高，是清天然的保健产品，拿来胶面线，拿来煮食，韩国是本人食都会亲密。其实茶油含本做亚种哦，假使也收藏一般国家，不过越来越多茶叶风黑的，茶籽也越来越少，又按多便宜的油。故说苦茶油如日今日都无人买嘅，唔过也按多年来去实行养生，苦茶油又开始受到大家嘅重视，茶油茶籽如卖都唔拉卖。苗栗县政府也用米甲当10万的元的补助，鼓励大家种油茶树，除了鼓励到水土保持，还有几个嘅经济效益，人家连素养嘅如卖都无货。林秋玲采访带大家去了解。摘起来晒一年几十个月，然后一头烂烂油年。田内红就下系俩建议这个叉子，两片黑青的系长这个，该片咖啡色的系晒的强一的。后续晒下之后，除不起咖啡可来，重开发绒。你剥開來，你剝佢外殼，一外殼，哦，外殼剝開。哦，你只呢刀子你只下刀圓，你唔只，你年哈，周圍其實你殼是素素的。日料就下係推翻四粒副叉樹嘅叉子，洗咗個後，儲咗喺那裏浸住。因为我哋它属于比较高海拔，那个气温度冇按热啦哈，给种出来的茶籽饱和度它高，但是太高的山又不行种。苦茶茶籽青后就会我们这样平平的丘陵地来种，就青色下呗。为到推广种茶树，3萬鄉農會3年兩千新立3小班，2下半山就20啷沙，種植面積20啷公頃。當年出產27000啷公斤嘅茶籽，做得做2000啷公斤嘅種茶樹。不過當年10年摘茶籽，10年又出賣強咧。對散民來講係一樣嘢，呢啲茶籽係供不應求，所以我哋等講做得嚟推廣呢做3日。3萬條果係種茶樹嘅創作產地，包含12南種嚟到素材，都做意頭嘅茶染。唔過幫每實甜甜嘅門路，因為家下老時代人即個炸油嘛，但係淺淺嘅本嘅用嘅沙拉油咧都去代替嘅，因為佢較便宜啊。因為這種是嘅受日本嘅茶、日本嘅煎茶、嘅強茶，專屬老大陸下天單，台灣嘅茶就賣唔出去嘅。一直到2002年，茶樹早就開始受到重視。連下苗栗縣政府為到鼓勵大家種茶樹，但貢獻和補助10萬人元。種深一點啊，比較不容易那個乾掉死掉。種太淺哦，它容易死。本來一年總要賣3-4千條文天啦，啊，沒有啊，去年就有1-2萬條，也一到農民潛入嘅羊啊，潛唔到。政府控本帶就2級冷嘅茶樹染，也片山係包每張賣嘅，一下是5級嘅土地，種嚟6000啷條茶樹。最多2年就可以結果，結果嘅時間一經過啊，今日還年賣到100多磅油。種了2-3年咧，係冇嘅嚇，人家為了接茶花嚇，俾人觀賞嘅嚇，一頭樹誒就可以賣到10多萬、20萬。水土保持排水，各個景觀也好。很快哦，也個茶花係開起來。這個時間差不多到10月、11月邊呢，規山的就茶花當正、當漂亮。
66歲嘅川富康家族係做茶嘅，準備加速工廠相互競爭激烈，基礎轉做茶籽生意。這兩者做茶籽，像人壟斷一樣嘅，冇幾多啥做，數量又多。那一年差唔多就會賣有差唔多1800噸，做起來嘅貨就冇啦賣。也喺台灣嘅原生種，各位也種嘅哈，可以接茶花係也種嘅品種。哦，接茶花係也種品種當接得啦。當接得，其他嘅品種接唔得。來到川富康界，能住去茶山，兩位嘅茶樹已經10年嚟。你也冇摘，做為25年變嘅一個，冇超過一個月，阿姨都會變，我跌到天哪。茶籽生到冬晚，對開發大籽到好渣為定經驗，所以非常珍貴。一年一條都係打幾多？一條差唔多有10兩公斤嘅吧，10兩公斤嘅一條嘅價值都差唔多1000個元嘅。台灣全都差唔多1000個元嘅，1000個元咧啊，一公克啦哈，唔係拿來。重量前頭嘅時間啦，哈，一公克就會價值就有200萬啦。不過，搶就大啲價比賽好雜嘅茶籽，識老茶樹當橋，上市冇乜好錢。不過老經驗嘅川富康，木主是動力。嘢都唔掂啊，木主唔掂，本拉到都看唔到我。原來它長出來了。我都跟你講，到處都是啊，你們找不到。兩當年進口就越來越多，茶葉市場咪天天嘅萎縮。川富康看領東到浸油廠相隨關係，唔盼得看到茶葉紅日沒落，佢對收購嘅盤上轉做虧浸油廠，兩下佢嘅茶葉市額最近高半天一台，市佔率每日600-700萬多。我以前係做原料起家啦，一下我就天台一路上講，起家專門做原料啊，也唔係辦法啊。估到而家上講，我建立起家嘅品牌。不過兩台之間為到競爭轉型，隨住東廠嘅時間已經冇控制。我父母其實是比較傳統的客家人，所以他們比較保守。那比較保守的過程中，其實很多東西是不太敢大量的去投資哦。他覺得他必須要改變，所以在那個成本跟那個壓力的情況下，其實我們拉鋸了好幾年哦，5-6年的時間都有了。絕啲健康嘅茶葉對肝腦流出來，也新嘅食疲勞重複係5年前早起嘅。為了讓油更穩定的時候，我們這裡面所有的管線哦，全程是不透過手。那沒有手的話，就沒有所謂的交叉污染。那我們全程透過油管，然後油管的時候裝到我們的油槽，然後再進行直接包裝。80公斤嘅茶籽，製造得醬出1斤嘅茶酒，見擺到嘅茶籽好雜嘅時間。新加坡牙膏總係啲農輩慢拿起數茶籽，就係農民是係自家在內。采一顆差不多采20公斤到了，10幾年的樹。你10幾年了，20公斤，哎，產量很好哎。對，採的都是整棵整樹像這樣。你呢度係自家收來兩買。對對對，有的人他會去我們南莊收，他沒有收，我們就再來給這邊給他。川富康講早期25年嘅3季度，佢就得收到1800噸嘅茶籽，不過2下幾年提到收到800噸，沒落嘅長途對量看得出來。不過未係準備安樣，是做得進口。台灣嘅茶葉沒落，也茶葉也易燒嘅，稻米當轉輸，政府開放當轉輸去中國大陸進口嘅茶籽入來。我識家嘅嘢就要3000兩噸，半日就客戶爭用啦。嘅西枣嘅籽，
要3000人吨，差不多120条开的了。据问安用，政府抗旱的中国，使得经营中心来把关。像农业残留啦，各位家嘅成家啦，各位家嘅贵金属含量啦，我哋都有详细嘅去检查，各位家嘅出油量嘅成本。像SGS 的检验的这些固定每年一定要去验的，再加上我们会比对的是新竹食品研究所，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些检验标准，我们会用这2个检验单位呢去交互的一个检验。不过某个你可能的茶油其实含半加重呢。茶油主要分3种的油，这就是也就是太粒的、果蔬太粒的，也就果蔬细粒的，也就茶叶的籽的。榨出来的油，应该茶叶的就较暗红色。也细粒的较强色，也太粒的就较金黄色。茶叶子係日本從物料包住，嚟到雜茶片中生出嚟嘅茶籽，下提高攞細個，係專門用來浸出嘅茶樹片種。細個種數量最少，品種價值最高，價是比其他品種嘅2倍安多。茶油它含有非常高的 Omega-9， 就是 Omega-9。那 Omega-9呢，它本身就会让我们清除我们血液的那些杂质，它的耐高温可以达到210到220度。那一般我们的油普遍都是在100多度而已。內住背景研究講，茶油不被沖，膠盤膠面都當好，而建築草坡未做得。尤其连寒台跳白阿婆那轮每种改好东西。这个油把它擦头发，以前也没有像现在有什么柔软巾啊，也没有什么这样的，去什么头发的柔软那些的都没有，以前都是用这一种。还有擦子后，老将睇住嘅擦泡未系当好做。这个有茶皂素啊，以前连洗头发那些对头发的那个去污力都很好，现在就研发出来磨得比较细。本人的细软当好用。我以前學，老女以前學我脱鐵，也呢就拿嚟鋪到樹頭下，一臭味就唔會散。很白木鐵的時間就變有機肥，也種呢就也有大鐵咧，加個有蛋白質下多。有氮素，也就有皮，也就變到樹頭下，樹嘅就下黃。不過，講到這種，尤其係做得廣大，現代古酸嘅500顆脂肪酸含量，茶油可能係比其他嘅食用油含得多。所以茶油入站嘅5顆，講出茶油有幾好。真正純嘅橄欖油係當貴啊，比茶油還要貴啊！俺台灣人以前冇人去講過，冇人去做化驗，都說冇落鐵。所以，佢哋咪積極開發市場，希望茶油未做得從橄欖油強做，都受歡迎。參加世貿也好，那去外面每一個百貨公司，甚至是我們自己去國外參展，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產品跟茶油的推銷我們慢慢接受到說，例如國外的訂單也好。這一顆還蠻多的嘞，才不完了。然後放一點苦茶油下去，就很像那個豬油拌飯，你知道嗎？但是沒有豬油的那個反式脂肪。傳統產業重新包裝、重新打造，為航向國際舞台。就算新沒落，只為堅持，總算就等到了春天。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有乜嘅意見，也算自行愛提供，每場同樣嘅聯絡。再會。